互动礼仪有道歉、请求、感谢、安慰或想念，这一类都是向对象表达礼貌并说明原因。客语大概会使用哪几种方式来说呢？我们来看看第一种道歉句，比如题库中的这题，hen阿有在hen祈祷说唔好落判，hen会用住甲阿有回失礼。句型需要称呼对象，还有道歉语，再加改进方向。我们套用句型以后呢，对象是阿有，道歉语是歹势或者失礼。爱唔错，改进的方向呢，hen唔好搁去啊，后一摆爱袂卡记忆一条。完整的句子就是阿有歹势，hen爱唔错，hen唔好搁去啊，后一摆爱袂卡记忆一条。我们再来练习一题。hen今日上课上面倒位啊，现场爱用住甲先生身面，长唔会失礼。套用句型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先生歹势，请做爱上面拔起来，书字面倒位，后一摆爱袂利用做一条来上课。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？一样的哦，先生歹势，请做爱上面起床，书字卡面倒位，后一摆爱袂利用做一条来上课。因为起床我们有两种说法，一个是拔起来，一个是起床。我们再多练习一种回答：先生歹势，请做出门的时爱填平随时包，搁剪开体，书字卡面倒位，后一摆唔爱啊。